手脚都是抖的，然后我回去还吐一次。我们也要避免说，我们未来已经签了合同的地方不会被压垮嘛。在这个地方挖那么深，也不知道他怎么过的啦。他们就说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啊。居民惊家拢唔敢困，台南市五会庙传出着工地放塌的意外，一直到早起，居民又原是心肝头劈破菜。今第一拜年，这第一间就惊死啊哥！啊，我现场我走来看买的，哦，啊惊一个呢。检查的能够检查仔细一点，看不要去影响到我们这边的住，因为我们这边都大楼蛮多的。居民拢真欢乐，这厝敢要过一大节。一头早，技术工会到现场测量面体敢有弹起。为这个点来看，当时吊桥也是倒向五会街，好佳在是无人受伤。是讲附近拢是面体，居民是真欢乐，讲厝会去互影响到。技术工会测量了后表示讲，弹起率无到100%，两条马路无明显结构性的裂缝，然后都符合在200%的一个倾斜的一个条件之内。发生问题的原因，我们现在有请技师工会在帮我们调查当中。根据了解，建商鸿隆建设已经成立50档，过去北方投诉施工的噪音受大，施工工地崩塌，这是第一摆。我们已经有50年的历史，过去没有像这样子的。鸿隆建设目前有6件建案，其中1件已经完工，取得撤照；2件特别完工，已经进入深开挖的阶段；另外1件等咧上线。是讲因为这边意外，即马拢总停工。后这个周边的房屋每3小时就监测数据一遍，那慎防有任何的意外发生。造成崩塌的原因到底是啥？佫需要相关单位详细调查。只不过这边的公安事件已经互民众规暝拢未困觉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